我哋今次咧就嚟到廣州，咁其實我嚟咧今次都係 stay 2日左右嘅啫，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幾快閃嘅 trip。因為香港嚟廣州咧，其實都只係1個鐘頭啦，所以其實過嚟廣州玩咧都好方便。咁咧呢次我第一次去市中心，因為上一次咧其實我就直接入咗長隆，我就冇出過嚟廣州市中心呢邊玩嘅。咁其實而家咧都仲係好早啦，不過酒店嗰邊已經有房俾我啦。咁我今次咧都係揀咗 Hilton 旗下嘅酒店，位置咧其實就唔算好方便，但係咧其實佢都算幾新嘅，就2020年先至開嘅啫。咁呢間房咧其實就比較偏向一啲精品酒店嘅感覺啦。咁其實就一眼望晒㗎啦。反而我幾中意去後邊呢啲特色嘅，有啲字咧其實我哋平時都未必會寫，因為其實我哋係口語嘅時候先會咁樣講。呢個係瘦肉粥，我叫咗份細嘅。其實我平時就唔係好食粥嘅，一嚟咧就覺得食粥會好快肚餓，二嚟咧就係喺香港會好少特登去粥鋪度食粥，因為佢哋通常都唔會係啲好方便嘅位置。但係去旅行嘅話咧，特別係一個人去旅行，呢兩點咧反而就會變咗做優點。因為一個人出去食嘢咧，其實就會想短時間內食得多啲啦。二嚟咧就係你去旅行嘅話咧，就會肯花時間去唔同地方玩一啲當地嘅美食。不過佢呢啲平。啱啱食完粥，而家行緊過去粵劇嗰個博物館，咁其實好近，200幾米嘅啫。呢埲牆呢個都係個打卡嘅地方，應該好多人，但今日咧好似冇乜人喺度，應該主要因為今日首先係 weekday 啦，跟住可能又會好似想落雨咁樣。呢杯嘅抹茶味咧其實好淡，而且上面啲雲呢拿 cream 咧其實都唔係好夾。中間飲嗰陣咧就一路要轉隻杯，而且有時候咧你就會食到成嘴都係啲 cream。恩寧路自清朝以嚟咧都係富人嘅聚居地，佢喺永慶坊隔離，係西關嘅核心地帶，而佢亦都被譽為廣州最美嘅騎樓街。呢度嘅豪商宅第嘅門廊咧，大部分都有趟籠門。沙面道喺1861年被逼淪為英法租界，所以呢一帶都係一啲歐洲風嘅建築物。英法喺沙面租界大興土木，按照西方嘅生活方式進行改造。去到20世紀初，沙面島就形成咗較完整嘅建築街區。1950年代，唔少國家喺呢度設立領事館，亦都有金融機構喺度設立辦事處。不過而家大多已經改建為餐廳或者博物館。沙面島入邊有40棵200年以上嘅古樹，見證住呢個島上面嘅近代史。有一杯愛爾蘭咖啡，呢個就係盤茶柚子嘅可麗露。
非你係4個人或者以上，唔係基本上都係要搭台。我6點鐘去到門口，其實已經有人喺度排隊，只係咁啱有1個人嘅位，我就可以即刻入去。先個碗仔翅呢，佢雖然話係香港，但其實我未喺香港食過咁多海鮮嘅碗仔翅，佢料好多，但係呢碗仔翅嘅感覺就唔係咁強烈。一開始食楊枝甘露嗰陣呢，其實只可以滗面嗰層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就會好似我咁將啲料潑到去碗外面。柚子咧就唔會有一陣苦澀味，而且芒果嘅份量都幾多，亦都好甜。雷沙湯圓呢，個人就覺得不過不失。鐵通站到了，下車請注意安全。喺微信小程式入咗咧，就可以直接用證件入場。呢度就要俾佢睇咗，你有冇 book 咗線，先可以再入嚟呢個位。原來回鄉證要去個人工窗口度入，俾佢 check 咗咧，就可以直接入嚟。博物館外形嘅設計理念係源自於廣東傳統工藝品象牙雕刻。館內嘅珍藏達32萬件，亦係廣東省唯一嘅省級博物館。除咗用玉雕製成嘅白切雞，館內亦都有唔少以礦物結合山水文化嘅藝術品，創造出文化寓意深厚嘅山水風景類作品。自然資源館復原咗廣東地質地貌，大廳入邊懸掛住唔同嘅海洋動物，行2步咧就可以影得出海底世界嘅感覺。而歷史文化館就記錄住廣東3大文系，分別係廣府、客家同埋潮汕嘅歷史。頭先入博物館之前仲好好天，頭先個樂園好大雨兼行雷，而家咧都仲 keep 住落住啲雨。而家諗緊仲好冇等到去夜晚開燈，我早啲返酒店先，陣間去再大雨啲就更加離氣。但係而家佢喺後邊。呢個係菠蘿包，佢話係用水牛嚟做。呢個冰鎮菠蘿，再嗌多咗個菜。一個人食呢度啲。其實我都係第一次食凍嘅咕嚕肉，嘅外皮雖然都係幾脆，但係呢中間嘅肉呢就唔係好熱，所以食落去呢就麻麻地。菠蘿包嘅包身呢就好香脆，中間都唔算好多空氣，但係我一個人一餐真係食唔到3個麵包，所以剩低嗰啲呢就俾我打包咗啦。